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出埃及记34章第8节到28节，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重新立约。立约是上帝跟人之间所立的，是因为上帝已经先赐下的救恩，与人立约，并且要求人遵行他的诫命跟旨意。但是我们看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却是违背了上帝。当摩西在西乃山上40日夜在那里领受上帝诫命的时候，他们竟然在山下制造了金牛为偶像。他们甚至还说：看啊，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上帝。摩西下山之后看到了，就摔破了法版，然后后来又再度的上山，向上帝跪拜认罪，为人民求情。他再次的领受了上帝的诫命。出埃及记34章第8节到28节经文这样的记载：摩西连忙俯伏在地上敬拜，他说：主啊，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与我同行。这人民万列，但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过犯，接纳我们做你的子民。上主对摩西说：现在我要与以色列人立约，我要在他们面前行大事，是世上任何地方任何民族所没有见过的。你周围的民族要看见我上主的作为，因为我要向你们行可畏的事。我今天颁布给你的法律，你要遵守。在你推进的时候，我要赶走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和耶布斯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跟你所去的地方的居民立什么条约，因为那将成为你致命的罗网。相反的，你要摧毁他们的祭坛，砍倒他们的神柱和亚舍拉女神像。不可敬拜任何别的神明，因为我上主绝不容许跟我对立的那个神明。不可跟当地的居民结盟，恐怕他们在向自己神明礼拜献祭的时候，也会邀请你参加，而你会被引诱去吃他们献给神明的祭物。你的儿子跟异族的女子同婚，受他们影响而对我不忠，去拜异教的神明，不可铸造或拜神像，要守除酵节。你要遵照我的吩咐，在亚比月吃无酵饼，1连7天，因为你是在亚比月离开埃及的。所以投胎的儿子跟一切投生的公牲畜，无论是牛是羊，都属于我。但是你要用小羊赎回所有的头生的颅，若不赎回，就得打断他的脖子。你子孙中所有投胎的儿子都要赎回，不可空手来敬拜我。
你有6天可以工作，但在第7天你必须休息。即使在耕种或是收割的期内也得休息。要开始收割出手的麦子的时候，要守7期收获节。秋季收藏农产物时，要守收藏节。1年3次，所有的男丁必须来朝拜我至高的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。我既然从你面前赶出各民族，扩展你的疆域，你1年3次上去朝拜我的时候，不会有人涂抹侵略你的国土。你献生祭给我的时候，不可同时献有效的饼。逾越节宰杀的牲畜不可留到隔日早上。每年要把收割最好的出手农产物带到上主的殿宇，不可用母羊的奶来煮小羊。上主对摩西说：“把这些话写下来，因为我要以这些话为根据，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”摩西在上主那里停留了40昼夜，不吃不喝。他把这约的话10条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。重新立约的基础其实就是上帝赐下了赦免的恩典，并且再度的与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再度的领受上帝的10诫的诫命，上帝也再度的刻了10诫的法版给了摩西。他就跟上帝重新立了约。犹太人经常违背上帝，耶稣基督受到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祭司联合起来背叛，他们背叛了上帝的旨意，出卖、陷害耶稣基督。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32节提到，他们从该亚法的府邸把耶稣基督到总督府，那时候天已破晓。犹太人的领袖没有进总督府里面，他们要在节期里保持洁净。为了要吃逾越节的筵席，于是比拉多出来问他们：“你们拿什么罪名控告这个人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如果他没有做坏事，我们不会把他带来到你这里来。”比拉多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自己把他带走，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好了。”他们就说：“可是我们没有权判人死刑。”这应验了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那句话。他们出卖了耶稣基督，将他当成了头生的牺牲了，将耶稣基督交给外邦人去审判。他们忽略了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世人重新立约的一个方式，是最大的恩典，是赦罪之恩。接着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，基督徒才能跟上帝建立关系。他成了代罪的羔羊，使人因他领受的救恩，重新的来跟上帝立约。诗篇15篇的经文这样说：“上主啊，谁可以进你的圣殿？谁可以居住在你的圣山锡安？”就是行为正直，凡事顺从上帝的人。他说话真诚，不毁谤人。他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，不造谣重伤。他轻蔑这个犯罪作恶的人。
尊重敬畏上主的人，他不惜因履行诺言吃亏，他借钱给人不索取利息，也不受贿赂来陷害无辜。做这样事的人永不失败。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救恩，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救恩之前，愿意认罪悔改，与上帝重新立约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